退休人遊世界，又係新嘅一日開始。等我哋一齊嚟欣賞一下我哋連續住咗5晚嘅酒店大堂，月後平野離燕連山一望宿。連續住咗5晚，對酒店嘅印象非常好。酒店雖然有啲歷史，但係經過翻新後，各樣設施亦都非常之新穎，絕對唔係平嘢。除咗日文之外，我都見唔到呢間酒店有英文名字貼出嚟㗎。希望大家上網可以搜尋到啦。值得一提嘅，酒店裏邊有個小賣部，有個小型咖啡，裏邊竟然有咖啡放題咁新鮮，都有10多種咖啡可以俾你即場磨製沖飲。喜歡品嘗各種咖啡嘅朋友，不容錯過啦。仲有喺街角附近有一間民營嘅芝士蛋糕同餅店，大家可以不妨一試，幾有特色㗎。跟住我哋去咗酒店附近嘅一間公園，月路公園。適逢紅葉盛放，遊人都比較多㗎，亦都設有屋台賣各種唔同嘅地道產品，更加有唔同嘅熱食同埋甜品。團友亦不忘買咗啲丸子試一試，果然幾有特色。月路公園位於半山，喺上邊可以俯瞰月路平野同埋周邊嘅四周環境。月路公園嘅位置其實喺新潟縣長江朝日市，亦都係春天賞花、秋天賞楓嘅好地方。據資料，晚上仲有點燈賞楓。因為我哋已經去過2個賞楓嘅公園，所以今日我哋揀日頭嚟，避免夜晚寒冷嘅天氣。再講嚟日本睇櫻花，抑或睇紅葉，唔使一定去東京上野，又或者京都清水寺。喺呢啲熱門嘅旅遊地方，遊客實在太多，影人頭多過影景。記得某年某月喺富士山河口湖睇櫻花，突然間撞到對岸嘅2、3個旅行團，當佢哋經過之後，櫻花都怕咗你，唔單止影人頭，連盛開嘅櫻花都落咗唔少，實在太冇癮啦。當櫻花紅葉盛開嘅季節，日本幾乎每個角落、每個城市，不論大小，都隨處可見。只要預先做好資料搜集，花少少功夫，就唔會撲個空啦。又例如網上推廣嘅餐廳食肆，吹捧得越大，中伏機會就越高。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呢種體驗。今次我哋嘅團長同助手花咗唔少心機同功夫，尋找咗唔少隱世小店，唔單止有驚喜，價錢仲特別相宜，比起大城市熱門地點平咗一大截。話咁快，肚餓又到下午飯時間。今日我哋去一間專門賣蟹海鮮嘅專門店，呢一間叫做甲羅。呢一間係佢哋嘅本店，即係總店鋪。喺日本好重視新生代，呢一種叫做一星餅，嚟到慶祝小朋友1歲生日。適逢7、5、3節期間，好多都慶祝小朋友3歲、5歲同埋7歲生日嘅。我就叫咗呢一個雪場蟹定食做午餐，非常美味。就等我哋嚟觀察一下甲羅本店嘅外貌同周圍嘅環境。甲羅並唔係全日本有分店，只不過係喺新潟縣附近有。當大家做資料搜尋嘅時候，就要小心啲啦。再嚟睇下店內嘅環境擺設。好彩今日我哋可能嚟到嘅時間尚早，並未出現人潮，唔使點等就有位啦。再嚟睇下甲羅 menu 裏邊有咩好嘢。睇完之後，我即刻同團長講，不如我哋今晚再嚟食過。
不過佢話今晚我哋喺酒店已經預訂咗晚餐，咁樣下次有機會再嚟啦。跟住我哋去咗蒼柴神社，呢個被譽為粵後長江百景之一。神功大馬唔係食嗰啲大麻嘛，講笑啫，根本同大麻冇關係。再嚟睇下蒼柴神社四周嘅環境。今年2025年，亦即係令和7年。如果撞啱你嘅歲數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逢凶化吉。753節喺日本被視為重要節日之一，到處神社都見到呢一個牌，又或者呢一個標誌嘅。跟住我哋沿住蒼柴神社一路行過去，後邊原來有一個大空地同埋公園嘅。喺呢度散下步，環境清新。咦，原來仲有一座馬騮山添嘅，掛住睇馬騮，唔記得同佢哋影返張相。喺呢度行咗個圈，都成個鐘頭。行到公園嘅盡頭，仲有一座史料館、歷史博物館。不過因為時間倉促，亦都趕住返去酒店食我哋嘅晚餐，我哋就冇入去參觀啦。返到嚟酒店，我哋休息咗一陣，就落去酒店用餐嘅地方。沿途非常特別，有各種古玩擺設，唔知道以為係博物館添。嚟睇下我哋今晚食乜嘢？團長同我哋預訂咗半自助式嘅日式晚餐，除咗菜單上面指定嘅菜式之外，各種飲品係自由斟嘅，白飯湯同配菜係自由裝嘅。乜嘢係自由裝呢？即係任食，日文話放題。白飯都有3種，竟然間見到出名嘅魚沼米，好食到唔停得口，食咗2碗大飯。會場好大，可能係週末嘅關係，可以容納100多人嘅地方，瞬間已經坐滿啦。食飽飯後，我哋急忙去酒店大堂欣賞另外一場鋼琴嘅演奏會，就請大家嚟欣賞一下奧山新菜，一首勵志嘅樂章《You Raise Me Up》。